后来过来，网内有咧流传，讲有一个女大学生无缘无故吃控老血死亡，验尸的结果是砒霜中毒，原因是伊要死之前有食大量的虾啊，偏偏伊逐工拢会食维他命 C， 就是这两种的物件，伫伊的腹肚底起化学的作用，所以产生砒霜，造成死亡。这个食物内小克，敢真正会爱人命咧？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新鲜的海虾啊，大火快炒，为着要海产无同的口感，加一味柠檬汁落，更较赞。泰式柠檬虾人人爱吃的料理，但是网络上流传说海鲜的生配合维他命 C 会产生化学作用，产生有毒的三甲砷。食物相克说是危言耸听吗？无机砷话，当然说我们比较常见有包括五价砷跟三价砷。然后五价砷遇到维他命 C， 在实验室环境下，它会本五价变成三价，三价就三氧化二砷，就砒霜。像砒霜的话，我们都知道说它是高毒性，可是我们的虾子的话是，我想它是有机砷，是没有毒性。对，我想那个传言应该是错误。戏剧性的化学反应只有在实验室才可能发生，而我们到底怎么吃比较安全？一般的像虾壳的那个头的部分啊，然后或者是说有些内脏类，它其实要在意的是重金属累积的问题，因为很多人他喜欢吃虾壳，那如果说你常吃的话，确实就会有重金属的一个风险存在。一款食物较适合上课，包括盐酸饮料加烟肠、海产配米类，也有肉类配茶。就像螃蟹、虾子，这都是属于高普林的。然后当中在聚餐呢又喝了大量的啤酒，所以说大量的海鲜高普林的，又喝了很多啤酒，很容易就导致那个痛风急性发作。因为肉类其实本身你不用配任何东西，因为肉类里面有蛋白质，然后又有油脂，它本来就会让我们的肠道的一个蠕动会变慢，所以其实它不用配浓茶，它本身进来它就会蠕动比较慢一点的。那反而是说，如果你习惯就是饭后来一杯浓茶的人，可能要特别注意，浓茶里面的一些单宁酸，它会去抑制铁的吸收。比如说有些蔬菜里面有铁，确实会影响到这个铁的吸收。食物上课，互人听了心惊惊。若是有疑虑咧，只有禁忌的物件分开食，营养吸收嘛较好，嘛免担心着对健康有不良的影响。